天子傳奇之9，商湯天子第3期。今期其實嘅內容呢，就相對都仲係比較沉悶啊，因為雖然兩條戰線都係咁打，但係其實都已經有少少拖拉嘅跡象。咁另一方面，有一個位置呢，就反而可能會引起大家嘅一啲奇怪或者係討論嘅。咁首先簡單講一講個劇情大概係點啦。咁首先就係有天越繼續去打阿三叔子貴啦，打到阿三叔係崩咗鼻，打輸咗之後，佢老婆懶輸就抱子出戰，用法術封住咗阿天越。咁當阿子貴諗住執死雞嘅時候，阿天越嘅媽媽清明就終於現身啦。而另一條戰線，冷兵繼續係打大寶小寶嘅，而阿冷兵用咗佢嘅寒月刃，先後刺傷咗大寶同小寶。最後尾小寶怒打冷兵，仲想攞埋解藥，但係攞唔攞到就要等下期啦。咁呢一期仲有啲嘢可以補充下嘅，就係佢補充咗靈寶天尊係全功嘅理據啦，補充咗太清道德天尊同7大星宿嘅資訊，以及補充咗太清真人同小寶嘅歷史嘅。先講下今期大家可能會有疑惑或者會討論嘅地方，就係喺第二頁出現嘅原文係咁嘅：靈寶天尊乃御龍之神，龍與鳳自古關係密切，有龍鳳情長之說。相續始祖薛係乃鳳凰之子，故獲靈寶天尊傳授靈元4大神功。之後就講解下阿簡狄，即係阿薛嘅媽媽係點樣生阿簡狄。原來就係話佢一日喺郊外沖涼嘅時候，見到鳳凰生咗隻蛋，跟住佢就吞咗隻蛋之後呢，咁就有咗，然後就生咗阿薛啦。呢一頁入面仲有可以見到有個橢圓形嘅圖，入面有一個大頭像。好啦，但係呢度呢，究竟佢係指係阿薛咧，定係嗰個叫帝谷嘅人物呢？冇唔知。咁跟住仲有就係下面可以見到4大金剛係幫阿薛去治水添。好啦，翻轉頭再講翻下，咁點解靈寶天尊係要傳功俾阿薛呢？佢哋嘅關係係咪非常之好嘅呢？好親密咩？應該又唔係啊！你喺呢一張圖入面可以見到靈寶天尊佢遇到龍啫，我當係從屬都好，係佢嘅僆都好。咁但係靈寶天尊同鳳凰其實只不過係佢條僆嘅朋友嚟嘅啫，同阿靈寶天尊冇直接關係嘅。跟住鳳凰有日生咗隻蛋，但係隻蛋就俾阿簡狄吞咗落肚，然後生咗阿薛都好。咁鳳凰同阿薛勉強叫做一種爺孫關係。咁但係同靈寶天尊有咩拉褦呢？無論打橫睇都唔係有啲咩好親嘅關係，打棟睇甚至係1、2、3、4全橫跨4代添。咁點解靈寶天尊真係要傳功俾阿薛呢？佢哋講嗰個理由其實係好鬼難以令人信服嘅，因為龍同鳳關係好，有龍鳳情長呢個講法，喂，咩理由嚟㗎？咁跟住因為咁樣，佢就要傳功俾阿薛，唔通真係好簡單，就係佢咁睇自己僆，睇到自己嘅僆嘅朋友之後嘅後人又好，動物都好，佢都要照顧埋，真係咁愛屋及烏？好啦，龍鳳呈祥呢個又都可以講解一下嘅。咁原來
有本叫做《孔祥子》，入面有一篇記文係有提到天子報德，將至太平，則麟鳳歸籠先為之呈祥。然後就演變咗有龍鳳呈祥呢句成語。好啦，但係喺呢一句入面，你係可以見到有4種神獸出現嘅喎，麒麟、鳳凰、烏龜同埋龍，係可以有唔同配搭，都可以係呈祥嘅喎。龍鳳呈祥固然係一個，佢可以係龍龜，可以係龍麟，可以係麟鳳，亦都可以係麟龜或者係鳳龜。咁如果係咁樣，靈寶天尊係咪有可能仲要照顧埋阿龜、阿麟？第二時可能會又有啲咩奇遇嘅話，佢咪都要幫手傳功嘅咧？好啦，傳功都算啦，咁係咪仲要派埋自己真正嘅靚4大金剛都要去幫佢治水咧？仲有，靈寶天尊傳授4大金剛神功，其實係咪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處理方法？相對好似會直接啲嘅，就係會唔會係鳳凰？佢上面有一個神靈係可以遇到佢嘅，管理到佢嘅，然後由佢愛屋及烏底下傳功俾阿薛，都仲可能合理啲。又或者你當係阿靈寶天尊算到啦，阿薛之後會成為商族嘅始祖，跟住商族會因為咁樣而一路發展落去，發展得好好，有朝一日仲可以成為中華大地嘅君主添。所以因為咁樣，佢就要傳功啦，等佢第二時可以好好地管理到呢個神州大地。如果係咁，都仲可能好啲喎。但係喺第二頁，佢嘅理由係反映唔到呢啲咁嘅意思出嚟咯。之後到第3頁，呢一頁三叔子貴係出咗一招天龍下凡，好相信係金剛腿入面其中一式啦。咁問題係阿子貴係用右腳出招，一嘢踩中落去阿天月嘅身上嘅。但係你睇真啲，右腳嘅鞋睇落去似乎係左腳鞋嚟嘅噃。而下一張圖跟住係仲踩埋落去阿天月塊面度添。但係你睇呢隻鞋，呢度而家係切切實實係右腳鞋。你跟住再對比翻下前面嗰張圖，是但應該有一張圖係唔啱嘅噃。又或者，如果頭先係右腳踩咗落去天月身上，然後再到左腳踩咗落去天月塊面度，咁樣咧，個動作上就可能都合理，因為前一張圖明明右腳踩咗落去天月度啦，再嚟右腳踩翻落天月塊面咧，好似有啲怪。但係咁又有問題啦。如果係先右腳，然後出左腳，咁左腳踩落天月塊面嘅時候，但睇嗰個鞋款，而家左腳又係右腳鞋嚟㗎咯喎，真係點解釋咧？仍然都係第3頁。天月俾阿三叔踩中塊面呢一張圖入面，佢嘅天元冠明明嗰個應該係鳥頭啦，咁咧睇之前咧係應該係有紅色當係隻眼睛，一對眼睛，但係呢一張圖入面咧係黃色嘅，而類似咁嘅狀況咧喺第5頁、第8頁、第12頁都係咁樣。好啦，跟住去到第8頁，天元劍又係類似咁嘅情況咯喎。天元劍嗰個應該叫做護手，
咁佢睇原圖原本嘅設定係應該有個紅色裝飾，可能係紅寶石之如此類啦。好啦，但係喺呢一度咧，又係變到黃色嘅喎。同樣情況喺第11頁、第12頁都係咁。第7頁，子季出拳，佢講到有一句加密快拳，看你如何避得了。睇完之後，又係真係想笑嘅。加密快拳，而家出拳都要加密防偽。喂，其實你簡單啲就咁講翻，以快打慢係咪會更加好呢？就算你嫌以快打慢呢啲太老土啦，咁多年無論小説又好，漫畫都好，都係咁講。咁你咪都講一句話，加快出拳，睇你點樣避，係咪都可能好得過加密快拳呢？即係好，你當我睇得少咧，我真係未見過加密係咁樣形容出快拳咯。仍然都係第7頁啦，都係頭先嗰張圖啦。阿子季話加密快拳呢張圖啊，呢度佢呢句對白係真真正正嘅對白框框嚟嘅，唔係一般嗰啲講心聲嗰啲框框。好啦，所以佢係講呢一句對白嘅時候，理論上係阿天月在場嘅人都應該係可以聽得到嘅。問題係阿子季喺第2期已經講咗，佢嗰條脷係俾阿天月打到係斷咗嘅。佢而家係仲經歷緊戰鬥期間，唔係醫好咗嘅。佢啱啱有受傷嘅，佢有冇可能係講到嘢嘅咧？好啦，就算講到嘢，佢係咪應該會講得甩甩咳咳，係冇咁清楚嘅咧？咁一係就係句對白會寫到顯示得佢係講得唔清楚，一係就倒不如呢一個係佢嘅心聲框，係佢諗嘅，佢腦海入面嘅自己同自己講嘅嘢咧，咁會唔會咁樣會好啲咧？然後到第13頁啦，冷冰嗰條頸鏈有一張圖咧，細細地嘅，就睇唔到佢嗰啲細緻位係畫得清楚，係變到好似每一塊都係一嚿嘢啫，係冇稜角嘅。好啦，同樣問題喺20頁都係一樣。咁至於14同12頁咧，甚至係成條頸鏈嘅顏色都係會唔一樣嘅。然後到15頁，冷冰用寒月印想吉入去西戎嗰隻西遊嘅腦袋啊！好啦，咁佢講咗咩咧？佢話神獸是畜生，一劍入腦，立刻歸西。問題又嚟啦，佢真係對自己嗰把寒月印咁有信心？喂，嗰隻係神獸，西戎稱得上係神獸，一般人都應該少見嘅，未必有研究到添嘅。佢又係憑乜嘢咁有信心，自己嗰把寒月印係可以吉入個腦度，西戎就可以即時死咧？嗱，西戎即係阿大寶啦嚇，佢可以肯定阿大寶係一啲抗毒能力都冇，又或者佢抗毒能力係唔夠，所以寒月印點都好係一定可以殺得死佢。呢度又係可以修飾一下咯，我覺得，即係又或者係神獸都係畜生，我唔信中咗寒月印可以不死，咁呢個就會變成係阿冷冰自己嘅一種估計，咁估計完之後可以唔係噶嘛，係咪先？但係佢原本嗰句咧就講到佢絕對嘅信心嚟嘅，肯定阿大寶係會死嘅，咁就顯得怪怪地啦。之後到第17頁啦。
咁韓愈仁最嬲尾係擊中咗阿大寶嘅眼睛，咁然後小寶就見到之後講咗句話血色指錄，印上有毒。嗱，呢度少少押韻啊，但係唔好理佢啦。好啦，但問題你睇翻嗰張圖，其實由第16頁已經見到阿大寶咧係中咗招之後有流血，但係到第17頁都好，佢流出嚟嘅血全部都係大紅嚟嘅。咁乜嘢叫血色指錄咧？錄到指喺邊，錄喺邊咧？反而佢受傷嘅部位外圍係見到係有紫色嘅框框係有嘅，但係佢流出嚟嘅血一啲都見唔到有變㗎。之後到19頁呢一頁主要係講緊太清真人嘅身份來歷，同埋佢點樣發現到阿小寶，點樣帶佢翻去飛來峰收佢做徒弟，點樣因材施教。好啦，咁問題係喺第一期，即係創刊號嘅時候，係有講過太乙真人先至係清明嘅師傅或者叫師承，而去到第3期就已經變咗叫做太清真人。但係由創刊號到第3期，其實都仲係打緊呢一個嘅第一場主要劇情，就係梨月宴嘅復仇戰。咁內容設定係咪未統一呢？期數又唔係隔得好遠，應該未至於係話隔咗太多期啦。我唔記得咗之前講咩，於是就變咗第二個名。而家期數又唔係隔得太多，甚至又係打緊都係同一個大嘅環境嘅一場戰爭、一場打鬥嘅劇情。點解個名都可以有咁大嘅分別呢？咁係咪以後太清真人就係定案呢？同樣都係第19頁，因為有提到小寶嘅來歷啦。咁問題就係其實喺第2期入面係明確講咗小寶係大天月係2年嘅。咁喺第3期第19頁嘅時候咧，太清真人就話喺一條染咗瘟疫嘅村入面咧，就發現阿小寶，字眼係寫係話係佢見到有一個小孩仍然有半絲嘅氣息，於是就救咗佢。小孩啊，好啦，然後呢一頁另外有張圖，就係帶咗翻去俾阿清明照顧。清明呢個時候仲未生天月嘅，仲係大緊肚，而阿小寶嘅高度咧已經係去到佢個肚咁高啦。咁起碼都有機會係4-5歲小朋友嘅高度。好啦，就算佢之後講話佢係喺形意上巨大，咁係呢個係事後先至知嘅啫。咁佢第一時間見到小寶係咁嘅年紀咁高啦，仲可能估佢係2年。咁另外就係，如果佢係話體型本身係異常巨大，咁你更加係點樣憑乜嘢去判斷佢係大天月2年呢？即係你可以話我太糾纏啦嚇，但係咁唔通係太清真人真係憑術數用啲符啊咒啊乜嘢都好，跟住測試過，哦，原來佢係就係大2年，唔通真係咁樣？然後到第22頁呢一頁入面係阿小寶用一招暴雷催我，就想打冷冰，然後冷冰就跳高。下一張圖就已經講緊佢用韓愈仁擊中阿小寶嘅手臂啦。好，問題係佢跳高嗰一個動作，佢嘅身體前方
係對住小寶嘅右臂嘅。然後下一張圖就變成係冷冰嘅身體前方，正正就係小寶嘅背部，亦即係冷冰嘅背部同小寶身前嘅位置係同一個方向嘅。要做到呢一個咁嘅動作，就有理由相信係冷冰跳高之後，突然間扭咗幾乎90度，然後先至伸隻手去吉小寶。但係如果你睇翻前面嗰張圖，佢其實只要跳高，然後一嘢擊落去小寶度，應該都做到嘅喎。咁點解佢要咁樣先至出招呢？呢個係咪佢哋家傳嘅身法嚟嘅呢？之後到24頁，天月係用破陣符諗住破咗冷血部下嗰個雷池陣，但係喺第13頁嘅時候，天月面對呢個雷池陣，佢係考慮話用滅雷咒，但係然後就又隔咗一段就係小寶同冷冰嘅打鬥，跟住一翻嚟就突然間就話要用破陣符啦。呢度又係唔知係佢本來嘅設定真係諗住滅雷咒係要配合個破陣符，定係已經又唔記得咗，於是滅雷咒唔用啦，就用破陣符啦。咁同埋第13頁之前，其實佢係話滅雷咒佢係考慮用嘅，咁係咪而家考慮過之後，所以先至用破陣符呢？究竟係邊一個先至係最啱嘅解說呢？然後到26頁啦，呢度主要就係阿貔貅嗰一對獠牙，究竟原本佢嘅位置係應該喺邊嘅呢？嗱，如果睇翻創刊號嘅封面呢，佢對獠牙其實就應該係喺口嘅兩側，然後係向上嘅，即係叫牙尖係翹向上嘅。好，但係去到第3期26頁，第一張圖都仲好啲，但係第二張圖咧，阿子貴想伸隻腳埋去踢阿貔貅嗰張咧，嗰隻貔貅嗰一對獠牙就已經似乎係喺個口嘅中間咯。總之用創刊號去比對咧，其實對獠牙係應該高啲嘅，呢度睇反而睇落就好似係低啲。好啦，咁再下一張圖咧就仲得意。講啦，子貴已經塞到落去貔貅個口度㗎啦，但係一個獠牙咧，睇落去個方向係向咗下嘅。嗱，我當然唔係畫圖嘅高手，甚至我根本就唔識畫圖添啦嚇。咁問題係明明如果佢係隻獠牙係向上，其實係咪都可以畫到唔係咁嘅畫法嘅咧？咁跟住再下一張細圖仔，呢度甚至我睇唔到佢係咪真係有獠牙添？係啦。然後到第27頁，亦都係一樣。嗰張圖我只係見到得右邊有隻獠牙，佢左邊嗰隻究竟係咪落錯色變到係藍色呢？好啦，然後一跳翻到去第9頁啦。呢一頁係有講到太清派係源自於太清道德天尊，即係太上老君，亦即係春秋時候嘅老子咁樣啦嚇。好啦，呢一頁下半部咧就講到去七大星宿咯。但係七大星宿究竟係一個太清派嘅武學嘅名稱，定係純粹係形容有七招嘅一個概括嘅名呢？咁
咁同埋七大星宿佢哋對應嘅究竟係拳法、腿法、輕功、內功，有冇一啲詳細解釋咧？差遠少少講係，其實天子九去到第三期為止，比較有趣嘅係佢逢係涉及啲武功設定嗰度咧，唔係好似以前咁係全部一個系統式係講明第一招係乜，第二招係乜，然後每一招就講解一下佢嗰個設定係大概係點，威力大概係點，冇今次好似全部咧只係講招數就係招數啦，哪怕係之前講到係四大金剛各自傳咗佢哋嘅功夫落嚟，都好，嗰度係都冇特別講解過。嚟到呢一期七大星宿都係，佢只係列咗個七式出嚟，冇解説。咁跟住揾資料啦嚇，其實所謂七大星宿佢就應該係源自於二十八宿啦。咁二十八宿其實就對應就係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咁基本上就係每個方位就各自有七個星宿啦嚇。好，跟住揾資料，你見到呢張圖啦。咁其實佢而家選出嚟嘅七式咧，並唔係喺同一個方位出現嘅，係東南西北各自都有。屬於東方有國瑞八方，屬於南方嘅就有柳瑞成風同埋火蛇添翼。西方都係第一式啫，就係嗰個禮參神明。但係北方咧就有氣沖牛鬥、虛幻無妄同埋係煙頭林。咁我睇過網上有啲人就話即係唔知點樣去分呢七式嗰個名啊，係對應係啲乜？即係個星宿名係咪真係咁咧？咁同埋就係每一式跟住圖嗰個配圖點樣配咧？好啦，咁其實睇翻之前有一頁係天月係有出過危燕頭林嘅。嗰一式咧係似乎係類似神龍擺尾，總之係突然間一個右腳向後踢嘅。咁喺第九頁呢度係燕頭林咧，就好明顯係應該係要配翻有張圖，就係清明已經係抹到成隻腳好鬼大，相對就似係一個後踢嘅動作。應該呢一個咧就係危燕頭林啦。咁如果呢一個係真係咁配嘅話咧，嗱咁好明顯，咁柳瑞成風咧就係應該配係最大嗰張圖啦。咁然後如果咁樣咧，咁其他就應該係比較清晰可以知道係啲咩啦。咁但係再去討論下就係，正如頭先所講啦，佢唔係只係揀死一個方位嘅七個星宿去配嗰個招式啦，佢係東南西北都各自執咗一啲出嚟。咁點解佢要執呢七個星宿咧？到而家當然係未有解釋啦。好，咁再揾資料就係，佢究竟係對應係天上咩星宿咧？咁就睇個表，就係有呢幾個啦。好啦，中間你係見到有木啊、土啊、火水、日月咁樣，咁其實就係對應就係七曜啦，即係金木水火土加日月就叫七曜啦。但係呢一度咧，就反而唯獨是咧就冇咗屬金嘅。咁氣沖牛鬥咧，究竟係應該真係關於斗數啊，定係其實係關於牛數咧？而家喺第九頁，佢係用斗數嘅，但係如果用牛數咧，就會變咗係牛金牛，咁咧就會補齊翻七曜都各自出現過一次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又可能係相對好啲去解説派清派嘅七大星宿係包括咗七曜。而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就佢可能要好好諗下點解係東南西北咁樣去各自揀一啲出嚟。
點解係東方同西方都只係揀一個咧？可能會諗得複雜，但係如果要好好去包裝太清牌啲武功嘅話，係咪應該又係要諗多啲去到咁嘅地步咧？好啦，跟住再去睇就係呢度而家基本上咧係得兩式係真係同個星宿命咧係好相近嘅，就係有係煙頭林對應就係魏月煙，而火蛇添翼對應就係翼火蛇。火蛇添翼甚至係三隻字都齊晒添。最後啦，就係根正篇。咁喺第三期嘅玉郎周記，黃玉郎係有做出一個更正嘅。咁先講下佢要更正嘅內容，原本係咩啦？咁原本咧就係喺創刊號嘅創刊詞入面就有一段係咁嘅，話商字源於5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立下大功，堯帝禪讓帝位於大禹，是為舜帝。舜帝獎賞助他立治水大功的臣子薛，並賜姓為子。咁用第一期創刊詞嘅講法咧，就係淺藍色嘅嗰部分，就係堯帝直接禪讓咗就去到阿禹，咁阿禹咧個帝號咧就叫舜帝，然後咧就係阿禹賜封地同埋賜姓就俾阿薛嘅，但係史實係點咧？史實就應該係堯帝禪讓俾阿舜帝，舜帝再禪讓俾大禹，咁先至係啱嘅。所以佢就喺第三期就做出更正，就話啦：大禹治水立下大功，舜帝禪讓帝位於禹，建立夏朝。禹帝獎賞助他治水的臣子薛，賜姓為子，並賜封地於商丘。好，問題係《史記》咧係有另一個講法嘅，《史記》咧係話係舜帝賜姓俾薛，同埋封佢去商嘅，《史記》係咁講嘅。薛長而助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薛曰：百姓不親，五品不分。禹為司徒而敬夫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咁用史記嘅講法咧，咁就係會變咗係阿舜帝賜姓俾阿薛㗎啦。咁亦即係可能係呢度嘅更正依然係未更正得最準嘅。同時間其實仲有個問題喺第一期嘅創刊詞度，頭先都有講過啦，係當時佢係話緊商字源於5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立下大功咁樣㗎嘛。好啦，但係阿薛受封嘅時候仲係阿舜帝在位。咁其實由舜帝在位開始計到而家，其實都係大概4100多年咁上下。咁你話係4000多年咁樣可能會啱啲，但係如果你話係去到5000多年前，咁就似乎係多咗成1000年啦。咁呢個4000多年嘅講法咧，就係喺維基嗰度去揾嘅。咁當然你都可以質疑啲資料係咪真係最準啦。咁但係唔好理啦，你就算唔理係呢個5000多年前嘅問題，咁你起碼你都仲係要更正一番
就係史記始終係講緊係阿舜帝封阿薛去商同埋賜姓子氏㗎嘛，而唔係大禹喎。呢度所以仍然係有啲少少問題嘅。最後做個簡單啲嘅結尾啦嚇，咁天子傳奇鳩去到而家第3期都點都有100多頁㗎啦。但問題係離乙燕復仇戰嘅兩條戰線，即係天元小寶各自嘅對手，各自發揮，但係3期啦都未完，咁過程咧又唔算好特別刺激喎。你跟住啲打鬥嚟嚟去去都好似係用腳係最多啦嚇，感覺上就係佢哋好似不停咁跳嚟跳去、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好有埋牙、好刺激咩？或者啲功夫好特別咩？又唔係，甚至有啲真係覺得拖拉，即係特別就係阿子維。明明第2期都話到斷咗條脷啦，咁你咪求其其喺第3期俾佢快啲俾阿天月打低，跟住佢老婆出手接手，咁咪幾好咧？咁但係又唔係喎，仲要加多少少就係講佢仲要俾人打崩個鼻。喂，但係打崩個鼻呢度，去到第3期為止已經係有2個人做類似係咁嘅情況，即係就係創可可嘅時候，我都唔記得咗係阿占哥定係巨雄，有一個又係俾人打到咁樣嘅，即係你會唔會係太快去重複類似咁嘅戲碼？你係咪先？即係你衰衰地，你倒不如話真係好老土，話佢又係有隻眼受傷，諸如此類都好啲，係咪先？咁總之就係子貴其實斷咗條脷之後，根本唔需要再俾多少少嘢去發揮啦，係咪先？喂，你仲要跟住仲係臨嬲尾，佢老婆仲想叫阿子貴去執死雞添。喂，你都一路都話緊個老公係廢啦，你仲企圖揾佢執死雞？咁你係有能力㗎嘛？你咪直接打掂咗阿天元咪得咯，係咪先？即係真係有啲奇怪。但係最重要係咩咧？喂，成個離乙燕復仇戰應該只不過就係天元整個嘅家族情仇入面嘅第一 part 嚟嘅啫喎。咁你仲有子英子重㗎，係咪先？即係咁，你跟住都仲要帶出呢兩個嘅人物出嚟嘅。但係問題係你離乙燕你都打到3期，咁而家清平先至出現，就算最快嘅，你都可能仲要係第5期先至完成晒啦，係嘛？喂，但係第一輯相傳只係得嗰28期，咁呢一 part 如果都有5期嘅話，都幾乎去咗1/5㗎咯喎。咁剩翻啲劇情會係啲咩咧？咁樣咁真係都有啲，你話期待咩？只不過我係想睇下佢點樣扭翻咯，即係期待就唔係好特別期待㗎啦，係啊。但問題係當睇故事咁，都想追落去，即係起碼知道結局係點咁解嘅啫。